各位老友記，大家成日聽人講長生津，長生津，係咪覺得每個月攞嗰4195蚊就已經係全部呢？如果你係咁諗，咁你就真係抌心口啦，因為你分分鐘唔見咗成幾萬甚至10幾萬嘅福利都唔知。今日我要同大家拆解一下呢張長者生活津貼嘅卡，其實唔止係每個月入錢落你戶口咁簡單，佢簡直就係一張通行全香港公營體系嘅至尊 VIP 卡。好多老友記攞咗錢就收埋，完全唔知原來政府仲送緊好多配套服務俾你，例如公立醫院睇症可以全免，雙牙有幾千蚊甚至過萬蚊資助，甚至喺財政預算案嘅時候，你仲有機會收多半個月糧或者1個月糧。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長輩已經夠咗65歲，或者差唔多到呢個年紀，呢篇口播稿你一定要由頭到尾聽清楚，因為呢啲資訊全部都係同你個荷包息息相關，錯過咗就真係揾唔返。講起呢個長者生活津貼，我哋首先要搞清楚一個概念，就係而家已經唔再分咩普通長生津同高額長生津啦。喺2022年9月1號開始，政府已經將兩者合併，一律按高額津貼嘅水平發放。到咗而家2026年，呢個金額已經隨住通脹調整到4195蚊。好多老友記會問，點樣先可以攞到呢筆錢呢？首先，你一定要係年滿65歲嘅香港居民，而且喺申請日期前連續居港最少1年，同埋喺過去嗰1年內嚟港唔可以超過56日。呢個係基本門檻，但最令大家頭痛嘅，通常都係嗰個資產同入息限額。我哋先講入息，如果你係單身人士，每個月嘅入息限額係11500蚊。如果你係夫婦，兩個人加埋就係18580蚊。好多老友記會驚，仔女每個月俾我嗰幾千蚊家用，算唔算入息呢？大家可以放心，仔女俾嘅家用係唔計入息嘅。入息主要係指你份工嘅人工、退休金或者你租咗間屋出去收嘅租金。至於資產限額，單身人士係388000蚊，夫婦就係589000蚊。呢度有個好大嘅重點，老友記一定要記住，就係你而家住緊嗰間自住物業係唔計入資產嘅，即係話，就算你住緊一間值1000萬嘅私樓，只要你手上嘅現金、股票、金飾或者保險現金價值加埋唔超過388000蚊，你一樣可以申請長生津。呢點好多老友記都誤會咗，以為有樓就冇得攞，結果白白浪費咗幾年嘅津貼，真係好可惜。好啦，講完每個月嗰4000幾蚊，我哋入正題，講下啲隱藏版福利。首先最震撼嘅，一定係公營醫療費用豁免。好多老友記年紀大咗，出入醫院係家常便飯，去急症室一次要180蚊，去專科門診第一次要135蚊，之後每次80蚊，仲未計每隻藥要收15蚊。如果你係長生津受惠人，只要你攞住嗰張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，或者醫院聯網系統見到你有記錄，你去醫管局轄下嘅急症室、專科門診、普通科門診，甚至住院，通通都係免費㗎。你諗下，如果你唔好彩要住院住返10日8日，每日住院費係120蚊，加埋啲雜費，分分鐘要成千蚊。但有咗長生津身份，呢啲錢1毫子都唔使出。呢個福利對於長期要覆診、食藥嘅老友記嚟講，簡直係最大嘅保護傘。除咗睇醫生，仲有一樣嘢係老友記最關心嘅，就係牙齒。俗語話牙痛慘過大病，老友記想食得好，一排好牙係必須嘅。但係去私家診所相反排假牙，隨時要1-2萬蚊，真係好貴。呢個時候，關愛基金下面嘅長者牙科服務資助就發揮作用啦。只要你係長生津受惠人，你就可以申請呢個資助去鑲假牙、洗牙、補牙或者剝牙。政府會資助你一筆過嘅費用，最高資助額可以過萬蚊。好多老友記都唔知有呢樣嘢，一直忍住排牙唔好用。其實你只要去相關嘅非政府機構、長者中心或者牙科診所問下，佢哋就會幫你搞手續。呢個係除咗每個月嗰4000幾蚊之外，政府俾你嘅一份大禮，一定要識得用。再嚟講下伴娘或者雙糧。
香港政府每年喺財政預算案嘅時候，通常都會視乎財政狀況，向社會保障受助人發放額外津貼。雖然唔係年年都有，但過去咁多年，好多時都會派糖，有時係派多半個月津貼，有時係派足1個月。以4195蚊計，如果派半個月，你嗰個月就會多咗2000零幾十蚊入袋。如果派足1個月，你就係攞成8000幾蚊。呢啲係額外嘅驚喜，雖然唔係保證，但只要你喺個名單上面，政府一宣布派錢，你完全唔使再申請，啲錢會自動轉賬入你戶口。除此之外，仲有啲細項福利大家都唔好忽略，例如醫療券，雖然唔係因為長生津先有，但長生津受惠人通常都係醫療券嘅忠實用家。每年2000蚊嘅醫療券可以累積到8000蚊，用嚟睇中醫、洗牙，甚至配眼鏡都得。再加埋2蚊乘車優惠，老友記每日周圍去飲茶、行山、搵老友，交通費支出大大減少。雖然2蚊優惠係只要你夠60歲攞咗樂悠卡就有，但長生津係喺經濟上進一步支持你，令你可以更有尊嚴、更舒心地過退休生活。講到呢度，可能會有老友記問，我之前係攞緊生果金高齡津貼嘅，咁我轉唔轉長生津好啊？你要知道，生果金高齡津貼係要到70歲先可以申請，而且金額只有1600幾蚊。雖然生果金係唔使審查資產，但如果你嘅資產符合長生津嘅要求，轉去長生津每個月可以攞多2500幾蚊，一年計落就係多咗3萬幾蚊。所以如果你手頭上嘅現金唔係話特別多，轉過嚟長生津絕對係明智之選。咁具體點樣申請呢？其實好簡單。你可以親身去屋企附近嘅社會福利署社會保障辦事處，或者喺社署網頁下載表格，填好之後連同身份證影印本、銀行存摺第1頁影印本，即係有你個名同賬號嗰頁，仲有同住家人嘅資料，一齊寄返去辦事處就得。社署嘅職員會約你見面做個簡單嘅入息同資產審查。大家唔使覺得怕醜或者唔好意思，呢啲係政府提供俾老友記嘅合法福利，係你後生嗰陣對社會貢獻咗咁多年應得嘅回報。喺填表嘅時候，有幾個細節位老友記要留意。第一，資產計唔計保險？呢個要睇你份保險有冇現金價值，如果有嘅話，係要計入嗰388000蚊限額入面嘅。第二，如果你有同配偶一齊住，就算你哋分開財政，社署都會以夫婦單位嚟計入息同資產。第三，如果你有部分資產係同其他人聯名持有嘅，例如同仔女聯名開嘅銀行戶口，社署通常會當你佔有一半份額。呢啲嘢最好喺申請嘅時候同職員講清楚，唔好漏報，因為如果漏報咗，日後被查到可能要追回多領嘅津貼，甚至會涉及法律責任，咁就得不償失啦。我仲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案例。我識得一位陳伯，佢今年70歲，本來一直攞緊生果金，覺得每個月有1000幾蚊夠買下報紙、飲下茶就得。後來佢聽我講完，發現自己雖然有一層樓住緊，但銀行存款其實得返20幾萬，完全符合長生津嘅資格。佢去申請咗之後，每個月多咗2000幾蚊，唔單止生活鬆動咗，最重要係佢排牙一直唔好，因為唔捨得錢毛去整。結果申請咗長生津之後，透過關愛基金資助相反排假牙，而家食嘢香咗，人精神咗，仲話後悔無早啲申請添。另外有一樣嘢老友記成日忽略嘅，就係租金津貼或者相關嘅房屋資助。如果你係長生津受惠人，而你又係住喺私樓或者租屋住嘅，雖然長生津本身無直接嘅租金補貼，但佢會係你申請其他社會服務嘅一個重要證明。例如，如果你想申請入住安老院舍，長生津嘅身份會令你在經濟審查上更加容易過關，甚至可以獲得更高嘅政府資助額。所以話，長生津唔係單純嘅4195蚊，佢係一個綜合性嘅社會支援網絡。佢確保咗老友記喺基本生活上有4000幾蚊底氣，喺病痛嘅時候有公營醫療做後盾，喺牙齒出現問題嘅時候有鑲牙資助，喺大時大節嘅時候有機會收多份紅包。
呢種全方位嘅保障，先係長生津真正嘅價值所在。我想再叮囑各位老友記，唔好覺得申請呢啲津貼好繁瑣，亦都唔好覺得好似係攞救濟咁。你要明白，社會福利制度嘅存在，就係要喺大家需要嘅時候提供幫助。如果你符合資格而唔去申請，其實係你嘅損失。而且而家社署嘅申請程序已經簡化咗好多，好多老友記中心或者區議員辦事處都有義工幫手填表，甚至會帶你去社署辦事處。如果你有任何疑問，最直接嘅方法就係打去社署嘅熱線電話，或者問下身邊嘅後生仔幫你上網查資料。記住，錢係重要，但更重要嘅係透過呢啲政策得到嘅醫療同生活保障。老友記辛苦咗大半世，而家係時候享受返呢啲社會成果。如果你發現你嘅資產啱啱好過咗少少界，其實可以考慮下係咪有些小開支可以先處理，例如幫屋企做下小型翻新，換下啲舊咗嘅電器，或者買啲健康食品補下身。只要資產降到限額以下，你就可以正式進入呢個保障網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仲會諗，如果我而家係64歲，係咪要等到生日嗰日先可以申請呢？答案係，你可以喺你65歲生日之前嘅1個月就開始向社署遞交申請表，咁樣社署就可以喺你生日之後嘅第一時間幫你處理，令你嘅津貼可以盡快到手。呢個小技巧大家都要記低。另外，如果你係幫緊長輩申請嘅，記得要帶齊佢哋嘅證明文件。最後，我想講多一句，生活喺香港，雖然物價貴，但只要我哋識得運用呢啲資源，老友記嘅生活依然可以好精彩。長生津只係一個起點，希望大家都能夠利用好呢啲資源，保重身體，食得好，住得穩，行得快。大家都要加油，祝各位老友記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長者生活津貼嘅細節位其實仲有好多，例如果你打算返內地長居，咁又點計呢？其實而家有廣東計劃同福建計劃，如果你打算返去廣東或者福建定居，只要符合特定條件，一樣可以攞到呢筆長生津。呢個對於想返鄉下養老嘅老友記嚟講，係一個天大嘅好消息。你唔使擔心返咗鄉下就冇咗呢筆錢，只要你每年喺當地住滿規定嘅日數，錢一樣會準時入落你個香港銀行戶口。咁樣你就可以喺鄉下享受低啲嘅物價，同時手頭上又有香港發放嘅津貼，生活質量自然會提高好多。所以無論你係留喺香港，定係打算返內地養老，長生津都係你最重要嘅經濟支柱。大家一定要花啲時間將呢啲政策搞清楚。如果填表嗰陣遇到唔識寫嘅字，或者唔知點計啲資產，一定要揾人幫手，唔好自己喺度亂估。每一分每一毫都係你應得嘅，我哋一定要爭取到底。總括嚟講，長生津絕對唔止係4000幾蚊咁簡單，佢背後代表住嘅醫療豁免、牙科資助、交通優惠、醫療券，仲有不定期嘅商量，加埋一齊，其實係一份價值好高嘅社會保障合同。老友記，如果你已經65歲，而資產又符合要求，今日就去拎表申請啦，唔好再等啦，早一日申請，早一日享受，大家共勉之。我想同大家再深入講講關於資產申報嘅心法，好多老友記喺填表嗰陣會好緊張，擔心填錯會被罰。其實社署嘅原則係誠實申報，你只需要將你名下所有嘅銀行戶口，包括儲蓄戶口、往來戶口、定期存款，仲有你手上持有嘅股票、債券或者實金，按照申請嗰日嘅價值填落去就得。如果你有一啲保險單，你唔肯定佢有冇現金價值，最簡單嘅方法係打去保險公司問一句：我呢份單而家如果退保，可以攞返幾多錢？嗰個數就係現金價值啦。另外，有一樣嘢好多老友記會問，就係現金。如果你收喺枕頭底，或者放喺屋企保險箱嘅現金，理論上都係要計入資產嘅。雖然社署唔會入屋手，但作為一個誠實嘅市民，我哋都應該如實申報。其實，
只要總數唔超過388000蚊，你報多幾萬蚊現金都唔會影響你攞津貼。反而如果你報得太少，而你銀行戶口明明成日有大額現金進出，社署職員就有可能會問多兩句。仲有啊，如果你同仔女聯名買咗層樓，但嗰層樓唔係你自己住緊嘅，咁點計呢？呢個時候，社署會按比例計你佔有嘅資產價值。例如嗰層樓值500萬，你同仔女聯名各佔一半，咁你嘅資產就會被視為250萬。喺呢個情況下，你就好大機會超過咗資產限額。所以老友記喺做財產分配嘅時候，都要考慮埋對申請福利嘅影響。廣泛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呢張紙真係好重要。一旦你獲批長生津，社署通常會寄一封信俾你，通知你申請成功。呢封信你要收好，因為你去醫管局診所或者醫院嘅時候，可能要出示呢封信或者相關嘅證明文件。雖然而家電腦系統通常已經連晒線，醫管局嘅職員一掃你張身份證就會見到你有豁免，但帶備文件總係保險啲。尤其係如果你需要用到一啲自費藥物或者一啲昂貴嘅醫療儀器，有長生津身份有時可以幫你申請到額外嘅基金資助，例如撒瑪利亞基金或者健康種子基金。喺雙牙資助方面，我要提醒大家，呢個資助通常唔係無上限嘅，政府會定一個最高資助額。如果你揀嘅牙科診所收費好貴，或者你想用啲特別貴嘅材料，你可能要自己補少少差價。所以去診所之前，最好先問清楚個資助包啲咩，同埋有冇額外收費。大部分同關愛基金合作嘅診所都會清清楚楚話俾你聽個流程。